百老汇经典名剧《上帝的儿女》，在讲述听障人的世界，也是台湾第一部口语、手语并行的大型舞台剧。男主角屈中恒，连女主角王小叔的手语台词也都要背起来，而王小叔是听障，两人之间如何对戏，相当有挑战。舞台剧《上帝的儿女》，叫像你这样先天性耳聋的人，说话还有纯读，真的很难耶！边比手语边讲台词，屈中恒首度挑战口语、手语并行的大型舞台剧《上帝的儿女》，跟他对戏的女主角王小叔，外形亮眼，身材高挑，她是台湾舞台剧第一位聋哑人士上台演出。排练，你不开心什么？但我们的对白是什么让你不开心？屈中恒饰演聋哑学校的手语老师，他和学校清洁工王小叔陷入恋情，靠着一次一次的排练培养出好默契，台上表演就能水到渠成。看似顺利的背后，其实男主角屈中恒为了这出舞台剧下不少苦功。演员屈中恒用手语比出我的对白边讲，这道慢慢会记得住的。我突然一转，我记不住小叔的对白，因为他比出来的我要讲吗？我讲不出来。小叔的对白这边我很难记住。屈中恒接下男主角重担，展现过人的毅力和记性。上帝的儿女剧本取自美国剧作家马克麦道夫原著，这出戏夺下1980年百老汇东尼奖等3项大奖，故事搬上大荧幕，在1986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女主角奖。剧作家版权合约里面还特别注明，女主角必须是聋哑人士，但王小叔要怎么跟大家对戏呢？手语老师欧佩君，像我听不到音乐，不过有一场戏我是要配合音乐跳舞，我不知道音乐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停，那屈哥他就会手放在这里，他动一动食指，譬如说我这样跟他讲话，我这样子的时候就表示音乐已经下了，看到我把手放下来就表示音乐没了。靠着排练时讲好的小动作，在适当的时机，屈中恒会打暗号给王小叔，其他还有像是敲桌子、踩地板等等。女主角王小叔先前当过模特儿，也是听障主播，这次首度接下舞台剧，更上一层楼的挑战，打破聋哑人士舞台表演的局限。